总共就是希望讲天公伯啊赶紧落雨，安尼问题就会使解决。过来关心这个公德心的问题。伫台北国国公园内一个石门山是台湾的八角之一，差不多30分钟就会使爬到山顶，有一个登山客真欢迎、真介意。爬起来了后呢，会甲这石门山这飘高、飘悬这个所在呢，合影流连翕一个真美好的回忆。毋过即马石门山这个漂石牌啊，因为年久未侵，已经挡袂掉这游客体重，互人坐甲倒落去。当然，即马已经咧修理啊。台北国家公园管理处是提醒游客爱发挥公德心。涂口两空本来是应该踩告示牌的所在，因为占袂掉游客重量。即马告示牌倒伫涂骹，只好赶紧修理。伫台北国家公园内，石门山是台湾的八角之一，差不多30分钟就会使爬起来。路线真轻松，登山客真介意。袂少人会甲即块牌啊翕相，毋过年久未侵，即块告示牌啊，互人坐甲倒去，爱搁修理。对，就是爱爬山也要爱山，不要做一些很奇怪的举动。那按照我们国家公园法，以及我们本园区的禁止事项，这个是可以进行裁罚。这个全部被破坏，尤其那个人要大骂他那个翁文静啊，要抓到他美丽山景互人破坏，毋是头一摆。伫中华八卦山一线天的步道，伫去年就互游客刻意破坏，有人签家己的大名，搁写日子。为是过去画一粒大爱心，种种的乱象后，市公所决定讲暂时将这个景点封起来。提醒乡亲，伫欣赏美丽风景同时，爱护环境，发挥公德心。